虽然地大震动，山刷到海中，这个字敢会当较大字一寡。这整个字体来过来，海大，稍等咧，我拄则都会晓念，海即马袂晓念。OK， 海大野影花花好，海大野影花花好，来，山因为海中有蛇，一声咱拢免惊。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，就是至高上帝徛起城的所在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天曝光，上帝就帮赞伊。列邦花花好，列国动摇。上帝出声，地就逍遥。万军的统帅上主。甲咱同在，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，来看上主的所做，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。伊压一根斩断枪，放火烧战车，伊互战争拢煞全地和平，拢静落来，就知我是上帝。我伫列邦受尊崇，伫全地受尊最大。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，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。OK， 咱三甲来吟今仔日要吟的诗。我想咱敢若吟恁若欠亏真失望就好，521首。会记得，这首毋是干那诗歌那定，这首是一个信仰的实现。你是上帝的囝吗？上帝听咱，特别伫咱若需要的时，上帝听咱到底。伫咱的厝边，这个直个上帝听咱，咱有可能听咱身边的人。无，你若欠亏真失望，我要来帮赞。来，你若欠亏，来，你若欠亏真失望，我着真力来帮赞，耶稣看了就欢喜，前面真是谈得理，难怪伊撒掉。叫星星来帮衬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求你来帮衬阮，因为阮要来到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欢喜、懊恼、感谢献伫你的面前。上帝啊，求你继续来帮衬阮，因为阮望阮的人生成做一个有气力、有见证、有荣耀的人生。迄个荣耀毋是干那，阮成功，阮出头天，阮比人较好。迄个成功就是伫艰难中，是伫极其欠过中间，阮也搁要讲感谢上帝，阮相信上帝，上帝若为愿阮的人生绝对哪来哪好。上帝啊，恳求你继续来帮助阮，踮伫阮的身边，互阮伫有力的时，阮就帮赞；互阮伫软正的时，阮会晓请求人替阮祈祷。阮需要人的陪伴。上帝啊，阮感谢你做阮的上帝，你已经做阮的主，做阮的上帝，牵阮的手，坚固阮做人的人生。也搁伫苦难中会恳求你圣神甲阮同在，嘛想事做看会见的天使陪阮。愿阮的永福教会成做真正一间厅。伫上帝内面，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内面，伫圣神的鼓励内面，成做一间真实听的大家庭的教会。今仔日的圣会，
今仔日的敬拜学乐，今仔日的祈祷，今仔日的信息，上帝也愿意加基伫阮的中间做工，坚固阮每一个人伫逐所在的手所做的工，你互伊成圣，靠主的名，阿免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平安欢喜伫咧礼拜日的早起，甲大家做伙伫遮主日。这时，互咱用吟诗学乐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。听互咱主日做一回，听互咱主日做一回，上帝会听，互咱大家正做一体，听互咱主日做一回。咱大家开嘴大声唱，好主的听对人开心。大家手牵手，全世界拢知，听互咱主日做一回。是，咱大家是因为上帝听伫主内面真做一家人。这时阵邀请大家站起来，找5个人，甲伊讲：上帝听你，我嘛听你。主日做一回，听互咱主日做一回，上帝会听，互咱大家正做一体，听互咱主日做一回。开嘴大声唱，大家开嘴大声唱，好主会听对人开心。大家手牵手，全世界拢知，听互咱主日做一回，听互咱主日做一回，听互咱主日做一回。上帝会听，互咱大家正做一体，听互咱主日做一回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请坐。伫基督徒的信仰内底，听是一件最重要的代志。因为上帝听世间人，所以找伊的都是圣子耶稣来到这个世间。嘛因为耶稣听咱，所以伊愿意替阮受罪，钉伫咧十字架顶。刷落来要唱的这首歌，耶稣听我，我知命，是阮对主日的开始就晓唱的歌。歌词虽然真简单，不过煞是对咱来讲上重要的提醒。提醒咱主耶稣听咱，咱就要跟着伊的脚步，嘛安尼听阮身躯边的人。耶稣听我，我知命。耶稣听我，我知命，因为记载伫圣经，细汉囡仔虽软弱，耶稣会听小命命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耶稣听我三当行，伫我身边免惊吓，我若听伊教我话。伊要带我去天边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耶稣听我，我知命。耶稣听我，我知命，因为记载伫圣经。细汉囡仔虽软弱，
惜命命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。有咱搁一届宣告，主耶稣听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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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地在地圣叫，主你的听，透过我的心。安慰我，无论是也我，坎坷也归看，再无啥物会当听说，主你的听，引出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到到永远，坚持无变换，再无啥物会当听说，主你的听。有相同会，有相同会，有错个行行，最最捆绑当担，我袂空你你会听，主你听我最后话，不要放手我，互我永远踮你面前。免搁着惊，主你的听，透过我的心，安慰我。无论是也我，坎坷也归我，再无啥物会当听说，主你的听，引出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到永远。坚持无变换，再无啥物会当听说，主你的听。伫咱生活当中，时常会拄着困境，会软弱，会痛苦，甚至会感觉全世界敢若拢甲你放杀啦。不过上帝甲阮讲，伊的疼永远存在，无啥物会当甲伊的疼隔开。当你找无路的时阵，会记你爱倒来主的身躯边，主的疼会带你行你人生的道路。互咱搁用这首歌的主你的疼来唱一届，主伊会带阮的路。我的心忧伤痛悔，忧带搁惊吓，求主的疼陪伴阮。将阮当作伊的宝贝，互阮伫个伊的面前，毋免阁着惊，毋免阁惊吓。主你的疼，主你的疼，透过我的心，安慰我。无论是也我，坎坷也开阔。再无啥物会当听说，主你的听，引出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到永远，坚持无变换，再无啥物会当听说，主你的听，主你的听，透过我的心。安慰我，无论是也我，坎坷也开阔，再无啥物会当听说，主你的听，引出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到永远，坚持无变换，再无啥物会当听说，主你的听。
会众请起立。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，我要保养伊一切奇妙的所做。我要在伫伊欢喜快乐。至悬的啊，我要学乐你的名。咱三角来坐念使徒圣经，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17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早做全能爸上帝的大名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同心来祈祷，听阮的主，阮要感谢学乐你。伫即段时间关怀事工的推动，互阮集体三结连伫你。你赐互阮哪做哪喜乐，哪做哪甘甜。今仔日是关怀主日，各小组有好的联系，互兄弟姊妹三角分享生命的价值，创造新的光，照进每一个人的心内。10月初6，教会要庆祝结婚60周年，这个长辈是阮努力的目标。阮要感谢上帝，运典互因行过一架子，悠远结芳芳的果子，甲你三结连。这个好的事要成做芳芳的祭米，传承到下一代。阮也要感谢上帝继续保守，带领阮手所做一切的工来荣耀你的名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，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启应文14篇，我来客会众来引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快乐。虽然地大变动，海水甲涌哗哗吼。坐声，咱拢免惊。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列邦哗哗吼，列国动摇。万军的统帅，上主甲咱同在。来看上主的所作。伊压战经，斩断枪，放火烧战车。拢静落来，就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统帅，上主甲咱同在。这是咱三角来看圣经，记载伫马太福音26章第6节到13节，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7节。马太福音26章第6节到13节。耶稣伫伯大尼太哥西门的厝。有妇人住玉盘，内面底结贵气的香油就近伊。当伊坐倒的时，摒伊伫头壳顶。学生看见就生气，讲：安尼破坏有啥路用？
因为即个油袂得侪人来互颂扬人。第10节，耶稣知就甲伊讲：恁啥事刁难即个妇人人啊？因为伊所行来款待我的是好事，因为常常有颂扬人甲恁伫地，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，因为伊倒即个油伫我的身躯，就是陪伴我埋葬来行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普天的无论啥物所在传即个福音，也要讲起即个妇人人所行来纪念伊。第2位，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。所以我踮伫主做囚犯在劝恁，行代志着合伫所受的条，凡事谦顺、温柔，用吞忍，伫恁爱相宽容，用和平相结连，得以守圣神所赏赐的合一。因为体一个，神一个，亲像受掉的，望也是一个。第5节，主一个，神一个，洗礼一个，上帝一个，做正人的爸，伫万有的顶面，贯穿伫万有，踮伫万有的，总是用恩典，互咱逐人是照基督恩赐的分量。咱三角来坐念即礼拜的金句。台语，罗马书12章1节，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我的、圣的，上帝所欢喜的，这是恁心灵的服侍。华语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圣歌对今仔日要献的诗是：我的牧者是疼的王，吟诗线，请本堂王正在牧师正道。王牧师带来的信息是：拍破你的贵气，营造疼的大家庭。
兄弟平安，伫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囡仔知影上帝听伊的，搁来到伊的面前的，咱拢三甲来敬拜来学乐。我毋知影你厝内有芳水啊无？我看有一寡人厝内有芳水。但是，到伊死，到伊无去，伊迄个芳水也搁规罐烧掉掉。请问迄个芳水，无论伊偌贵，若规罐拢无拍开，会芳啊袂芳？无论伊安怎样甲人讲，哇！我厝内有规罐，啊，阮啥物人送我一罐偌贵，拄啊偌尊贵。芳水若无甲拍开，伊永远就是一个真水的砖塔刻伫遐。不管1罐、5罐、10罐共款，芳要会出来，绝对都爱迄个爱安怎拍开。OK， 这是一个真简单的道理。OK。什么款的人，互咱会当感觉讲，这个人哇，做人有够好，这个人做人这么尊贵，啊，也搁伫咱的中间，互众人欢喜的，哪敢若？你想，这个互人会感觉真尊贵、真敬重的人，伊是悬悬坐伫面顶的，也是虽然伊的社会地位一切拢真悬，但是伊搁真平凡行入来伫咱中间。你想，倒一种的人会引起咱的尊敬？坐伫遐，还是行落来伫下骹？行落来伫下骹。有法度通好，有真悬的社经地位，有真悬的身份辈分，但是伊也阁会当屈家行落来，伫人民的中间，伫人的中间，甲人嘻嘻哈哈，这个人水无比。伊若敢若伫咱的中间，但是伊背后也阁有真强、甲人无相像的所在，甲人无相像，也阁真平凡伫遐。即款的来讲叫做啥物啊？德高望重。我定定咧讲这样事。王永庆搁较安怎好业？甲你甲我有啥物关系无？无，因为我咧读册欠钱，伊甲我拢无关系。我人生拄着大灾难，
伊甲我拢无关系。你拄着大灾难，你咧欠啥物，伊嘛拢甲你无关系。所以好嘢，迄是因兜的代志，甲咱有关系无？无关系。然后伊若出代志，伊死，行顺龙担啊，伫咧逐个人咧无用咧分，咧迄个分毋是咧分3000、5000、3000万、5000万，迄个分几亿，啊，迄个几亿其实对因的行顺拢是一个数字。其实因若小可分淡薄啊，因若拢伫遮需要的中间，逐个人对，哎呀，即个人，哎呀，即个人。今仔日我用的一个题目叫做“拍破你的鬼气”，拍破你的鬼气，逐个人三甲来营造一个疼的大家庭，拍破你的鬼气。一个故事讲，一只八哥，叫伊的主人甲掠去的，怎甲烧到面顶。原因是主人出去3工无伫的，无伫的中间，迄只八哥不同时，拢因主人是咧，拢伫咧做餐厅，定甲隔壁话者讲，迄个雅士过来一桶，雅士过来一桶，隔壁就怎啊真正就伫咧送咧，无拍算主人无伫的迄几工，迄只八哥伫咧话，雅士过来一桶，雅士过来一桶。规工后倒转来讲，外口摆甲拢甲失桶。隔壁想讲，迄都人都甲我叫啊，都迄个声佫拢共款啊，都假使佫来一桶。结果主人转来怎啊甲烧起个楼顶，迄只八哥举头一看，看到讲，哎哟，遐佫一个，遐佫顶一个伫面顶遐，迄个可能毋知叫几桶，迄耶稣叫顶伫遐。因为咱看到耶稣，咱的先生33岁改变整个人类的历史，总是伊安怎样伫咧过伊的人生。这个耶稣毋是悬悬坐伫悬悬的位，这个耶稣伊是行落来伫苦难人的中间。行落来，甲遐个罪人，三甲坐，三甲啉，三甲食，甲遐个罪人，甲遐个服务社会看做无应该的人，先生啊，你太甲因三甲在食，甚至甲因坐咧啉，你是好酒、好食、好食的人吗？耶稣伫因的中间是为着毋望会当抢救一寡浪子会当回头。有一日，耶稣互一个法利赛人请入去厝呢，伫咧食道的时，突然有一个负责人头毛真长、真高尚，然后摕一罐拿达香油摕来。圣经有2个版本，一个讲即个负责人真高贵的负责人入来，耶稣甲人他妈咧食饭。迄负责人入来怎啊摕拍开迄个拿达香油，怎啊对耶稣的头甲倒落去，规个厝内安怎？芳讲讲。圣经讲，今仔日咱读的圣经讲，倒伊的头，规个厝内芳讲讲。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讲，入来用拿达香油洗耶稣的骹。所以到底是倒头还是洗骹，毋知影。遮都有2个版本。要紧是，只有一个负责人，迄个拿达香油的价值是讲，一个人一年的辛苦工作的代价，拄啊会当买一罐。哦，安尼有贵啊无贵？真贵，真价值。负责人拍开，用伫耶稣的身上。你若看迄个场景。我想你会当看到，甲一寡人边仔伫中迄个图，所有伫遐咧食道的人，逐个人嗷念。耶稣啊，你毋知迄个人是啥物人吗？你太会互迄个遐无体统的人做迄个遐无体统的代志，你毋通遐毋捌世事好毋好？咱逐个人即久咧食饭，拢是即个社会贤达，
我请一群社会人士伫即个遮咧食饭，城市你拥阮一个负责人，你知迄个负责人，佫是不三不四的负责人，是一个妓女。你城市拥阮一个人，伫遮做遐个遐尼无体统的代志。我想你伫在场，毋知你的是什么款的人。耶稣的学生，迄个犹大后来卖耶稣，迄个犹大嘛讲，先生啊，你太遐尼浪费咧！用阮迄个负责人，你知迄罐30两银是一年的价单呢？迄个30两银摕来去真济送乡人。耶稣的话安尼讲，对遐拗拗念的，对遐拢无做啥物代志，干那会晓用目睭伫咧看别人的毋好，用目睭伫咧找别人的毋对，然后伫后壁踮啊拗念的人，耶稣讲出在伊吧，出在伊吧。因为伊今仔日所做的是一个好事，啥物好事？即个负责人。你莫看伊的过去安怎，你看伊的现在，你毋通看伊的现在的行为真放肆，其实伊是咧把握一个时间点，因为我已经要互掠，我已经要互定十字架，伊是唯一一个洞察时机、把握时机。然后欢喜拍破伊的珍贵的，甲伊认为生命中真珍贵的物，摕来为着我拍破，是为着我的死，为着我的埋葬，伊大声表明伊的心意。离开这个情景，伊就无迄个机会。因为讲述真侪时阵有几若无共款的观点，真侪时阵咱拢用咱家己的价值、过去的方式、受训练的背景，咱来看这项代志。但是一个物件有足侪无共款专业，有理性的，嘛有感性的，有应该的，有当时也有一寡是不应该的。我做老爸的时，我会偷偷做一寡阿公阿嬷当做无应该的代志伫我的囝。我即马做公啊，我会偷偷做一寡阮孙的老爸老母当做无应该的代志。但是我甲阮孙讲，毋通啊，其实偷做一寡代志，毋通互恁爸爸知，毋通互恁妈妈知，其实有即款的关系，即款的代志，拄啊伫咧增加孙的记忆，真对，然后伫咧增加即个孙，阿公会安尼，阿嬷会安尼，阿公阿嬷帮迄个，这是咱的秘密，增加感情。我歹袂歹，阿公阿嬷他会害孙，但是有一寡物件是伊的爸爸、伊的妈妈的限制。我要讲的是，真侪时阵，伫即个环境、伫即个文化、伫即个国家，人看做无应该的，换一个角度，人都真自然啊。所以真侪物件有足侪无共款的角度，咱毋免用某一个固定的角度去看这样代志，定定交代讲。你的人生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不，你的人生不管你创什么，你都对得起你的上帝。然后你爱用你有限的生命荣耀上帝利益人，剩的甲得救若无关系，拢袂要紧。你着出在letting go，你着放心去做，放心去做。真侪时阵，你放心去做，甲你的爸爸妈妈无相像，甲你的阿公阿嬷无相像。甲你的群体无相像，请你放心去做，把握一个原则，安怎？荣耀上帝，利益人。这是咱基督徒真要紧的一项。这个负责人，人看做无应该，人看做放肆，但这个负责人
伊屈落去，伊甲耶稣用伊的哪搭香油拍破，然后倒伫不管是头还是骹，然后用伊的目屎，用伊的真水的长头毛去甲切，去甲洗。伊要为着耶稣准备伊的死。其他的主人甲人客是咧甲耶稣欢欢喜食一顿饭，食了伊嘛无一定对耶稣。伫遮，咱咧看见咱的先生，咱的耶稣，伊虽然做咱的主，做咱的先生，伊也阁脱去伊的衫，伊也阁屈家家己，然后甲学生洗骹。耶稣毋是坐伫悬悬的所在，伊是家己本身屈家，甲学生洗骹。迄拍破是足要紧的代志。拍破你家己的自尊，拍破你家己的骄傲，拍破你家己的荣誉。你会当拍破一粒尾落伫地呢死了，迄粒精子拍破壳破去，伊才会当成长，一长起来，佫结实侪侪。咱咧讲迄个囡仔5个饼2尾鱼，耶稣祝谢，注意祝谢。迄个囡仔交互耶稣，耶稣摕饼祝谢，然后掰破，就是侪侪人到饱。因为伫你的生命的中间，你有啥物物件会当交互主？耶稣会甲掰破，祝谢，甲你献互上帝，然后掰破。然后你会摸一寡财情，你会摸一寡水的物，上帝会圣化伊，会变做侪侪人的欢喜，饲众人到饱。真侪时阵，咱拢伫咧拥有自己，咱咧保护家己，然后家己锁伫内房，互家己坐伫悬悬的所在。咱基督徒，你若是有机会做领导者。毋望你毋是悬悬坐伫遐咧管理。即个遮一个图，咱看遐一个博士校长咧甲学生洗骹，拍破伊校长的自尊甲公营，伊学耶稣对悬悬校长的位行落来，举落去。因为倒一种会互人尊敬，坐伫悬悬的所在，发号施令，互人尊敬，还是迄个行落来，互人尊敬。耶稣甲咱讲，你着行落来，普天的要宣扬即款的好的德行。你若真正离开，你若已经有机会坐伫较悬的所在，有较悬的这社经地位的人，请你会晓行落来。做老师，你会当行落来，伫学生的中间，你就会改变真侪学生的性命。行落来，拍破你家己，然后有真侪人，就会笑脸。阮65年，1976年中中毕业的，阮迄班3年13班，甲阮的导师三甲见面。毕业43年，我第一摆甲伊见面。这个导师1年前开始咧预备，今仔日昨昏要见面。伊逐个早起，甲阮写一首英语的诗。逐个早起保持一首英语的诗，然后这学生就爱当啊念互伊听。昨已经出一本册。然后真欢喜，逐个人过一个真快乐的一日。伫遐后大律师，伫遐后迄个典狱长，加加的典狱长，管几千的。OK， 那 anyway， 迄个行落来，老师你若高高在上是一项。我真感谢。逐个人斗阵的时，拢也阁会想着讲啊，咱班上也阁有一个迄个王牧师，
全校敢若伊无去读，伊无去考大学的迄个，即马做牧师，咱请伊要食饭的时替咱祝祷一下。一个牧师若会当伫每一个所在，互人确认你是牧师，然后请你拜托将天顶的上帝、天顶的神的祝福带来到阮的中间。我想基督徒要安怎样，真正互人感觉你毋是高高在上，你是真正伫人的中间。今仔日咱的题目是拍破你家己。一粒马若无死，若无拍破，永远是一粒。若拍破伊就结实做做，拍破伊就结实做做。兄弟姊妹啊，既然上帝安尼怜悯咱，上帝怜悯咱，我肯定就爱一家家己当做活活的祭物，去献予上帝。上帝怜悯咱，然后你毋通怎说咧？有足侪人伫咱的成长的过程，疼咱、扶持咱、鼓励咱、关心、安慰咱，你毋通怎说咧？会后，搁做活者活出去，分享出去，因为侪即马，咱身边有侪人需要，所以若安尼，我想咱拍破你的过去，行落来了后，咱逐个人会当三脚咧营造一个疼的大家庭，行落来。敢有可能，咱逐个人，即个家庭是你甲我，咱逐个人三脚来。所以，我真感谢上帝。逐摆我若安尼咧顺即个教会，对面顶对背楼伫落来，你会当倒看一项，咱的教会足精济，有精济啊无？咱的教会不是拢足精济，咱的教会不是拢无垃圾，因为我知影有一群人。伫逐所在要离开以前，拢会搁斗顺一下。咱会建立一个，这是咱的教会，这毋是干那打扫的人。我要讲一项见证，甲咱打扫的即个林妈妈，伊咧拼咱的教会，伊嘛咧拼啊一间庙寺。一个毋是基督徒的，伊拼庙寺，搁咧拼教会，然后拼甲。真好势，哎呀，互我真甘心。啊，咱兄弟，咱一礼拜几乎逐工拢足侪人伫遮咧出去，咱阁维持甲足精济。逐个人有甲遮当做毋是消费的所在，这是咱的家庭，所以逐个人伫遮有真实发力。今仔日是关怀之日，敢有可能咱逐个人努力到丰富咱的即个大家庭，丰富咱的大家庭。一个真简单的，你我咱拢会当创的。带着第一个是啥？微笑。咱若看到人，咱就笑笑啊，咱就笑一下，喙角莫7:25分，咱就要安怎？10:10分，10:10分，毋通7:25分。那敢若我拢欠你500万呢。OK， 逐个人看到的是拜托笑笑，对人笑笑第一项。第二，因为咱是一家人，因为咱是一家人，敢有可能笑笑了就握一个手，握一个手。人若甲你握着手，若规那个人甲你握着手，你会感觉安怎？起毛子，摇顿呢？啊！你若今仔日规工来做礼拜，转去拢无人甲你打招呼，啊！甲你闪过的人连笑一个也袂，啊！无人甲你握手，你想你感觉即间教会，讲咧听的大家庭，迄煞变做反笑话，迄变做反讽，所以请会记得一项，咱彼此来做这项，第一带着什么微笑。第二，爱手安怎？嘿，莫结甲遐尼，莫结甲一个那啥呢？拢都爱别人甲你，别人若无甲你笑，你也无甲人笑；别人若无甲你伸手，你也袂甲人伸手。拜托，主动，然后停落来的时，会当甲人
讲一个话。永福教会互我真感动的，包括我拄则坐伫遮，我对窗仔门看过，我都看到人互相揽伫迄个做楼梯的所在。永福教会我已经看到侪人会相揽，毋是干那握手尔，还会相揽。你知影讲，我冒偌大的险才带来即个文化，你敢知？我做牧师一世人30多年，我无论行到倒位哦，迄个教会原本拢安尼，逐个人都是安尼点点安尼。我去的时候，我拢衫咧就甲揽落，衫咧就甲揽落。我拢对老的先揽。即摆老的揽到吼，我若无甲揽，拢会食醋，拢会轻分。所以衫咧即摆就来揽，即摆毋免。我常常甲伊讲，我若甲你揽哦，拢互你，我拢食亏呢。你是，我咧食豆干，你咧食豆腐呢。OK， 我想逐个人甲咱迄个防线拢拍开，咱也伫主的听内面，咱太都爱安尼计较。我甚至有一个牧师对我食醋，因为人缘无好，对我食醋。伫美国的时，甲我传一项，迄个王牧师哦，有够太高，老的也无，少年的也无。OK， 到即嘛。我这伫主的名内面太高的，也搁伫遮咧牧会，伊早都拢找无教会，因为结一个面，虽然出几本册，但是常常拢结一个面，拢伫真悬的所在咧聚会。因为咱要安怎真正，互咱会当养成一个，你我咱对一家人啊，所以拜托。会当甲人拍电话，你就甲人拍电话，因为迄是足温暖的代志。会当甲人讲话，会当甲人陪伴。咱的教会，我对遮讲真水是，有人会伫遐相揽，有人会伫遐。你看咱的岛，咱伫1楼，咱伫倒位定定拢有迄细条岛啊。其实遐定定有人伫遐伫咧破心肝咧讲话。你会当定定有机会看到人伫角落，咱咧牵手伫遐咧祈祷。然后你看咱逐所在拢有纸，你若看到有人流目屎，就毋莫讲啥，就是有卫生纸甲拄过就对啊。请问当一个人开始目屎流哪多，是哪好还是哪毋好？哪好，迄本身就是一个治疗。所以，请互咱的教会变做祈祷的所在，互相关怀的所在，安慰夫妻的所在，然后。真正一组一组，咱来发展迄项。这个小组的亲睦，然后彼此联络关怀。咱今年总会的主题，咱逐个人来读一个，好无？预备来，三听连结基体，四命见证基督。搁一摆，三听连结基体，四命见证基督。所以，咱会记得，你有听无？有，若有听，你有连结无？你有听爸母无？有，当时你有咧甲爸母联络无？无。安尼要安怎听爸母？你有听教会的兄弟无？有，当时你甲兄弟有咧联络无？无。因为伫遮三听爱做连结，所以礼拜三莫随转去，逐个人拢留地，因为这是集体的中间。哪侪人捌你，表示你有咧甲人连结；哪侪人捌你，会记得。人捌你也无，甲你家己的态度有关系。你都爱留落来，你都爱停骹欢喜甲人讲话，毋通礼拜煞扑者就走，扑者就走。OK， 四命见证，每一个人你逐个人拢真认真的活了后，你爱家迄个分享出来，分享本身就变做一个四命的见证。你咧学我，我咧学你，你对我学，我对你学，咱逐个人拢伫遮。后礼拜，我要伫遮呼吁咱。后礼拜，我嘛有一日，我若甲牧师娘结婚60周年的时，永福教会我若甲阮两个叫来安尼，穿西装、穿新娘衫，互阮行入来，敢好？好吼，真诶哦，毋通讲白菜咯。因为我阁3年退休吼，我会恐慌这样代志。因为我牧会过的教会，我袂当伫遐做礼拜。你毋知影为虾米？这是阮牧者的伦理。
你牧会过的所在，你毋通伫遐做礼拜，因为影响后壁要来牧会的人。因为恁中间有真侪人，互我揽过，我退休了，你嘛爱搁我揽。迄个牧师无习惯共揽，活当害啊，伊会翘倒。所以，即摆问题是，我人生行过的所在真侪，我创造真侪快乐，互遐个当时的人。但是我食老了，毋知啥物人要替我创造迄个环境。所以即个才有一项是小组，互咱会当连结，互咱会当伫遐流目屎，伫遐担心来话，当啊分享啊，当啊祈祷，也搁有将后礼拜，后礼拜咱教会整个教会敢若4队，食甲流哭哭啊，拢80几啦。结婚60周年啊！翁也伫咧，某也伫咧，头脑也清楚，毋是住伫安养院，毋是倒咱厝内已经5年7年袂当爬起来。这剩4队会当安然来到伫遮，咱要替因办一个结婚60周年的感恩礼拜，安尼好毋好？所以恁若知影，即摆名单今仔日我已经互咱啦，迄个薛玉长老，迄个应斌兄因妇，迄个朱超兄，搁啥物人？迄个洪爸爸，迄个建仁长老的爸爸妈妈，一敢若剩即4队尔。所以你若边仔伫迄组，加甲即礼拜加关心一下，后礼拜真正互因穿甲撇。定心，咱即个后礼拜咱会有红地毯，互因入来。逐个人伫即个有一替因拍扑啊，甲因祝福，因为要食到即个会，无离婚有简单啊无？无简单呢，我拢感觉，我要甲阮牧师娘挡到即句，我来食冻的呢。迄种拍死无摕呢，中间有问题啊？无问题？有啊，古早遐老的问题较少啊，较侪。我甲你讲，古早老的遐问题较侪，经济啊歹，食食啊歹，各方也无手机啊，也无啥，逐项拢无法当联络，厝外毋知走对倒位去。有遐侪文化的差异，也有通挡到即句。即摆少年人讲吼，爱到要拿命呢。搁免3年、免5年，讲我们2个性格不合，袂堪得忍，袂堪得真正用疼心、用忍耐来挡过你所选择的人，你甲伊挡一世人，真少。所以咱要为着遮，不管因的家庭有重视啊，无重视，因的原生家庭若无重视，咱基督的家庭，咱要阁要重视，安尼好毋好？所以后礼拜咱来标明，讲你是永和教会的一份子，教会要替你庆祝。所以家庭的人无法当来，咱要替伊办；家庭的人无法当来，咱要替伊送花。然后逐个人不过伫遮翕一张团体照，要送互因。你知影这若要死的时候，迄张相真要紧的吼。所以我咧讲，到我死的时候，我毋知迄个结婚60周年的聚会的相片啊无？迄都我身躯会肯定的，嘛都牧师娘会肯定的，嘛都有人替阮办的，若无逐项拢努力。所以咱三体想，三体创造，互一寡温暖进入伫咱的中间。你是一家人吗？若是，你会当替即个教会上帝加做啥物？你是一家人吗？若是，你会当转去伫你的厝做一寡啥物物件？你是台湾即块土地的一家人吗？若是，毋通救助台湾，就爱疼惜保护伊。三甲来祈祷，上帝啊，阮多谢你提醒阮，阮伫一个主、一个信、一个洗礼、一个教会下面，阮要努力，互阮真正的。既然是阮肯定这是信仰，阮就要活出这个信仰的内涵。无人坐伫悬悬的所在，无人结一个面，逐个人拢带着有微笑，伸出伊的手，逐个人甲人三角牵，逐个人欢喜甲人三角来台倒，逐
然后三角关怀。阮伫即个遮咧表明，阮真正是属伫基督的一支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靠主圣名，阿门。感谢牧师带来即个好的消息，成做咱建立家庭这段的目标。咱即时要来吟521首回应上帝的话。你若欠缺真失望，你若欠缺真失望，我着尽力来帮赞。救主看了就欢喜，显明真实趁道理。咱决意三听，咱决意三听，咱决意三听，求圣神来帮赞。即时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会众请坐，这是要来回应上帝的听，请奉献。
会众请坐。即时要来请牧师报告甲介绍。大家平安。毋知有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无 ？OK， 等下是过来是咱足到了是咱分组要甲交易的时间吼。你伫倒一组，请注意看你的字址，你大的字址伫倒位，你找你倒一里，迄里就伫迄组，迄组伫啥物所在？迄个聚会地点、等的空间第几楼，请咱拢家己好无？去遐都有人伫遐咧招呼，所以毋望所有的人拢会当留地吼。干那介绍几个较新的朋友介绍一下，剩的咱就互相亲睦，加一寡时间讲话，互大家有机会讲话吼。所以。小组长的任务就是引带大家人讲话，毋是家己讲话啦吼。莫有小组长讲迄个伤重的压力，大家人来讲话。过来拜六有要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准备资料。后礼拜咱要圣餐，普世圣餐主日，咱要收圣餐，嘛是相连主日，嘛伫即个圣餐甲相连的主日，咱要举行结婚60周年感恩礼拜。后礼拜原来要中央敬老，所以60岁以上的要有教会要送红包。嘿，我已经要65啊吼，要烧这个红包，感觉足奇怪。可能咱烧的，咱来看卖来是毋是70才来分？当然，佫感觉遮尔少年啦吼。10月12、13，咱有要请王英义牧师。王英世牧师的公主伫咱的中间分享，若会当甲即个消息分，互你的朋友、互你的亲人、互附近教会的人，拢欢迎引来。拜三的祈祷查经会邀请你来，剩的我想真侪咱家己看，学生、奖学金甲即个咱拢家己去办公室。一项要紧的事，互相提醒。拜三下早起9点半，伫咱1楼要为着爱献祭举行日暮献花，然后送别的礼拜。咱的相连甲友志伫遐唱歌，所以拜二会伫遐，拜二聚会是会连一个，然后拜三下早起几点？爱献祭礼拜几点？9点半吼，咱甲送别。妇女团契新的明年度新的这个同工已经选出来，过来10月初5，圣歌队也要选新的同工，已经渐渐到年底啦吼，所以请各团契咱继续为着咱团契的进步，毋望遐做过同工的人会当佫留伫做新的会长、副会长的帮战者，那安尼一代一代。咱的团契哪来哪进步吼？请为着咱国内外侪遮要紧的事、要紧的人来祈祷，愿上帝赐福，互即个世界更较有公义、三听、和平的心。咱那个会中有一寡身体欠安的，请咱三体祈祷，各组三探访。我即句需要有人提供牧师还是关怀组一个消息，琴香姐，若有人知影伊即句，我直直联络袂着伊，伊有跋倒，伊骹登记，然后过来我联络袂着伊，咱若有诶时，甲我联络。以上报告，多谢。圣诗540首，主咧叫咱人，主在叫咱人做真光的灯，亲像一支烛火，明是照光明。即世间有黑暗，侪人着答，咱着照伊光，一人一角。请咱起立来吟第一节。临时刷请牧师祝祷。
感谢，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惠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，互阮有机会当接受别人的疼甲栽培，阮有机会嘛会当回报。耶稣甲阮讲，着白白得来，着白白分享出去，互阮的人生变做一个亲像活水的生命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。阮早前软正别人关心阮，今仔日阮勇壮，阮有机会来关心别人，互即个疼会当振动起来。上帝啊，愿三位一体上帝继续伫阮的中间，互永福教会通过正人的努力，即个教会是圣的所在，即个教会是上帝的家，即个教会是属灵的家庭，即个教会是彼此相听的圣所。愿三位一体上帝甲你相同行，诚侪一拍光光的灯受吹出去，无论你行到倒位，你拢诚做影响黑暗社会的人。三位一体上帝赐福你甲你的家，对即时到永世大不尽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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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，灭倒。请关怀的长老会当准备来遮讲几句话，好无？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我是关怀组吼，我是吴慧娟。阮关怀组吼，就是咱今仔日是咱一年一度吼，华语堂甲台语堂全教会分组聚会。咱的相关的消息吼，你的地点、你的离别吼，你住伫倒位？咱伫迄个周报楼骹甲咱的周报第一页吼，消息第一页拢有刊。毋望大家吼，今仔日留落来，因为吼一年才一遍尔吼，会当。大家伫遐相熟悉相分享互相扶持关怀，这是咧实践耶稣互咱的迄个疼的概念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请咱照你的所住的所在吼，到咱聚会场所请这个时阵吼，请咱一定留落来吼，因为咱的餐拢订落去吼，一定有加订吼，绝对袂互你摇巴肚但是吼，袂互你食真饱吼，因为。会互你食甲足健康安尼吼，咱即摆难得啦吼，难得咱全教会会当安尼组织吼做伙，愿上帝吼赐福咱今仔日各组的聚会吼，会当达到迄个关怀甲连结吼。上帝赐福大家哦吼，好，咱大家就会当起立，咱到咱迄个聚会场所去吼。